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4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4篇，箴言第8章32节到第9章的第6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活石。圣经中将人的心比喻为石头，就表示人的心如同石头一样的硬，是死的。以西结书第36章第16节到38节，先知提到以色列人应当要过一个新的生活，就是用这个石心来比喻人的堕落，远离上帝，顽固不明的心。圣经说到，我要从各国各地把你们召集在一起，领你们回到故土。我要用清洁的水洒你们，洗掉你们一切的污秽，除掉你们所有的偶像。我要赐给你们新的心，新的灵。我要替你们换心，把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心来除掉，换上一颗有血有肉肯服从的心。这一段经文之后呢，就是接续着以西结书37章，就提到了死亡谷的事，提到上帝要赐下圣灵，使人活起来的一个新的生命。活石为什么称为活石？石头不就是这样的硬硬的吗？应该是没有生命的嘛。事实上，石头就体积来论，它是小体积或是已经裂开的一个磐石。石头我们可以在它的里面呢分解出许许多多不同的矿物质，甚至有一些结晶体在。按理来说，石头的成分应该是含有许多的有机的物质，然后有些是渐渐的结晶堆积而成，其实是有生命的。它可能是在这个累积、沉积或是结晶的这个过程比较慢。质地上也有许多不同的成分，有些是软的，有些是硬的，有贵重的矿物质，也有非常普通没有经济价值的石头。活石就如同一颗有血有肉肯服从重新活起来的生命。就圣经的角度来看，活石就是一个敬拜上帝，天天与主亲近，顺服上帝教导的人。正如同耶稣基督的教导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要不是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既然认识了我，也会认识我父亲的。从现在起，你们认识他，而且已经看见他了。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到第7节。若不借着耶稣基督，就没有人能够得到那永恒的生命，成为活石。箴言的教导这样告诉我们：年轻人啊，现在要听我，照我的话做，你们就有快乐。要听从你们所受的教导，
要明智，不可拒绝。听从我话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！他天天守在我门口，在我家门边等候。找到我，就是找到生命。他会获得上主的恩惠。没有找到我的人，就是伤害自己。恨我的人，就是喜爱死亡。正如同圣经也教导我们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与上帝同行者，就是与有智慧的同在。如同箴言第9章第1节到第6节所罗门的劝告一样，他说：智慧建造他的房屋，立了7根柱子。他开宴席，而杀牛宰羊，调制美酒，摆设餐桌。他差派女仆出去，在城里的最高处呼喊：无知的人来吧！又向愚蠢的人说：来吃我预备的佳肴，喝我调制的美酒。要远离无知的人而存活，要走智慧的路。基督徒要追求智慧的生命，成为一个被上帝圣灵充满而建立的生命，并且进入上帝圣洁的国度的子民一样。彼得说：所以你们要排除一切的坏事，不再撒谎、伪善、嫉妒，或说人的坏话，要像新生的婴儿，时时渴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好借着它长大得救。正像圣经所说，你们尝过了主的恩慈。后面接续的经文，彼得就谈到了亲近上帝的重要性。他劝勉基督徒要追求这个活石的生命，因为他说要亲近主，他是活的石头，虽然被人厌弃，但是上帝拣选了他，珍惜他。你们也要像活的石头，用来建造属灵的圣殿，在那里要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为上帝所悦纳的属灵祭物。基督徒必须追求进入这个以活石为基础的上帝之居所，就是圣殿，成为上帝圣洁国度的子民，连结在这个以永活活石所建立的圣殿里面，成为圣殿的一个部分，活出美好的见证。诗篇134篇，上主的仆人啊，要颂赞上主。所有夜间在圣殿侍奉的人都要颂赞他。你们要在他的圣所中举手祷告。你们要赞美上主，愿创造天地的上主从锡安赐福给你们。恳求主建立我们的生命，是连接在耶稣基督活石的基础上，使我们成为圣殿活见证的一个部分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